挑战天只说闽南语。众所周知，台湾和下漳泉都是讲闽南语的，但泉州我一次都没有来过。在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各种阿嬷和小姐姐在拍簪花照片，于是挑战讲闽南语变成了开开心心拍簪花照片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女孩子嘛，看到拍照的就 K 笑了。我跟你袂使甲我骗哦，我哪去忘记了他来到大陆这么多年呢，终于可以实现用闽南语完整的和别人交流。谁懂啊？方言如果很久不用，都会忘记的。泉州晋江一定要拍娘惹福加簪花，这里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啊，国货之都果然杠杠的。化完妆之后呢，我发现我的相机忘在酒店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找了一个很会说对的摄影师。对。还有摄影师们是不是都很喜欢在拍照的过程中夸人啊？超级会提供情绪价值的，让我以为自己很漂亮。我分享一下我的拍照小心得，就是拍照的时候呢，看看天，看看膝盖，看看脚，幻想自己是一个18岁的少女，顶着簪花，等心爱的人回来吃饭，我等着和他私奔。还有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框框，照片里看着是没有什么问题啦，可是我拿起来走路的时候，真的觉得自己很像菜市场里面卖菜蔬菜的阿嬷。晚上的时候呢，我还想去夜市，我用闽南语问出来的哟。什么米线糊啦、姜母啊这一类的，我唔是，我是台湾。你台湾呢？所以我的 Q 行你不会讲啊？你听有哦？本来呢是有想再挑战一下全程用闽南语买东西点餐什么的，不然每次进店里就是桌子上自己手码点餐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讲闽南语，而且现在根本不需要讲。我刚一进来，本来想跟小哥哥交流，他说这扫码，这扫码，这扫码。所以挑战失败很正常啦。但是我还是吃到了最好吃的闽南小吃，开心。爱美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顶着簪花和拍古装戏一样，一次就用掉了200根发夹，还有牺牲了无数根的头发。总的来说呢，泉州和台湾还是很相似的，推推，仿佛接下来就会传来一声阿嬷的呼喊，冻了脚崩哦。